看一下，有点小，外场吗？好 ，OK。那可轩的声音呢？好，那 Luke， 那外场我的声音帮我调大一下。然后 PPT， 有开吗？我看一下，有开。好。Luke， 那个 PPT。啊，有了。好。好。可以麻烦一下。好。然后就是这个下一页，对，这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再走一次，那我们就两手一起来。上帝的囝，咱对边仔的兄弟姊妹讲，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咱做伙来唱。天白云天真正大，日日地阴晒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伊拢在作伴，咱着潇洒美的阮。有存，好在的简单变成欢喜，烦恼变好去。伊别甲因带，予咱稳定拢无煞，归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好乐归声。请姐妹先。我并不知缺乏，它是我躺卧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谢你身边。我们请弟兄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我们一起来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使我灵魂苏醒。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，引导我走一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和竿都安慰我，在我的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腹背满溢。我们早晨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上帝使我们的灵苏醒，引导我们走在对的路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唱。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我虽然行过死荫。那我们转 key 这边来，再来一下。那个是声音的问题还是外面的音量 ？OK， 那 Look， 那个外场的声音再帮我调整一下。啊？外面啊？那诗慧的呢？诗慧的可以。那可轩的声音也帮我拉大。好，那我们那个间奏这边再来一次。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和竿都安慰我，在我的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
那那个以琳，不好意思，问一下外场声音可以了吗？可以啊，谢谢。兄做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伫主日会当看到大家，因为咱拢共一个心，咱要来敬拜上帝。今仔是欢喜的日子，所以咱即马特别做礼拜进前啦，咱大家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阮有一粒刻薄你的心，要来到你面头前，要来敬拜你。主，阮真感谢，伫过去的一礼拜，你拢保守看顾阮每一个人，互阮伫今仔日，阮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互阮会当相见，佫会当伫主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主你。虽然阮踮伫世间，有时有一寡艰难，所以有个人今仔日带着艰苦心来到你面头前，有时有个人带着伤悲的心来到你面头前，因为阮踮伫世间有最的重担，总是主你讲，既然有烦恼有重担的人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你就要互阮得到安息。
主帮助阮，互阮逐遍来见主你的面的时，互阮有一粒靠无你的心，互阮真爱甲主你来结连，互阮的生命因为主的关系，互阮伫世间的日子，虽然有艰苦，总是阮是有平安的。主啊，感谢你伫今仔日，佮找派阮的牧师马牧师来到阮的中间，要将主你的真理来开帖，互阮中间，将阮所有的艰苦重担，拢来放伫后面，互阮专心伫你面头前，互阮来敬拜主你，互阮会当来开喙来学到主你。主啊，阮还未开始读圣，伫你面头前，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伫即个日子吼，咱伫早起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咱即马来请各位吼，各位咱个座位顶悬来徛起来。恁若是无方便徛起来，袂要紧吼，咱共款继续坐咧，共款会当来敬拜上帝。圣经讲，耶和华也要常常引带你，伫抗旱的地，互你心满意足，骨头臃肿。你要亲像灌人的园，搁亲像流袂干的水泉，咱做伙来学咯。天白云电真正大，日日在阴带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天拢在做伴，咱着伸向你的温，日日永有存。艰难变成欢喜，烦恼变福气。一直开引带，互咱稳定拢无散。归咱的生活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学咯，开声欣喜。上帝神所带的，是做上帝的囝。咱甲边仔的兄弟讲，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咱是上帝的囝儿。咱搁来继续来敬拜。天白云电真正大，日日在引带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天拢在做伴，咱着守条。万百姓的中间，感谢你，伫内邦的中间唱歌学落你，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，你的清澈到强壮，咱甲荣耀归乎咱的主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请坐。那我们第二首诗歌是一首华语的诗歌。
上帝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他是我们的牧者，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。那么，一起用我们这首很熟悉的诗篇23篇，我们一起来数算上帝的恩典。我们邀请姐妹先来唱。恩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弟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我们一起来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使我灵魂苏醒，以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，引导我走一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和竿都安慰我，在我的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腹背满溢。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早晨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来向他祷告，求上帝使我们的灵苏醒，能够引导我们一直走在对的道路上。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和竿都安慰我，在我的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腹背满溢。我一生一世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，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宣告，我一生一世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，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牧者，
你使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能够在你的爱里得到休息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在。我求你的恩惠慈爱能够一直跟随着我们。现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能够行走在正道上。所以我们就将今天的礼拜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的话语给我们引导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来啊，咱来唱歌学乐上主，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。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对伊唱欢喜的歌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的大君王。请咱做伙来用新圣诗26首，打愿感谢上帝。打愿感谢上帝。新圣诗26首，打愿感谢上帝。出声因诗对神地，主行记忆代志，万民掠伊做欢喜。愿对舞台处事，伊就赐福无离，因伊无数仁爱。经历邀礼款待，请大家起立，应全首。愿感谢上帝，出声因。
伊做欢喜，愿你舞台出世，伊就是我你，因必要来款待，我就是我兄弟。一心甲我相依恋，使我一路辛苦，耶稣平安甲我伴，因伊恩惠保守，但难地着行过，抓我你在哪？现在山到将来，我拢感谢的一切归乎被上帝，也归心的信心，一给我将你万民，撒因我兄弟，请赞归我的地，为你现在将来，因光我因光。请坐。这是咱用主祷文来祈祷。主祷文第九部第7页，请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请阮日日试。就对阮发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启应，伫新圣诗的后面，启应文39篇，也是以赛亚书第2章。启应文39篇，也是以赛亚书第2章。我来摕，请大家来用。伫将来日子，上主的殿下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。万国拢会一我来归依，万民会来讲。咱来去就上主的山，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律法会对死案发出，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。因为将刀拍做犁头，即个无顾举刀攻击迄个，哪个的家啊，就来。献诗，请。
请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有对你遐来的丰富的疼，互阮通伫你的疼内面彼此相疼。阮要恳求你的智慧甲疼痛，充满伫阮的生命中，当阮面对即世间侪侪挑战、试探、天灾，才会互阮比较软弱、无助的代志的时，会当知影，你才是掌管一切的主，无任何代志会过断你对阮的疼。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求圣神宽恕伫头前引带，帮赞所有兄弟姊妹，互阮伫逐项的事工生活中，拢会使奉你的名做工。求你互阮，因为你的名来得到顺利，来归因根伫你的性命，也诚做即块土地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15章11节第1节到第17节。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17节。我是种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种葡萄的。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剪起来。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，互伊结较侪果子。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，恁着不时甲我加连，我就不时甲恁加连。枝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。恁若无甲我加连，嘛是安尼。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，甲我加连，我嘛甲伊加连的话结真侪果子，因为无我，恁袂当做啥物。人若无甲我加连，会亲像打去的枝，互人撒出去外面，捡规堆，撒落火烧。恁着甲我加连，我的话伫恁的内面，无论恁爱啥物，求就互恁实现。恁若加真侪果子，表示恁是我的门徒，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因根。亲像爸有疼我，我嘛有疼恁。恁着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。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恁会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，亲像我有遵守我的爸的命令，不时踮伫伊的疼内面。我甲恁讲这的代志，是要互我的欢喜伫恁内面，阁互恁的欢喜满满。亲像我有疼恁，恁着相疼。这是我的命令。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无比这较大的疼。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我无搁叫恁做奴仆，因为奴仆毋知主人咧做啥物。但我已经叫恁做朋友，因为我对我的爸所听到的，拢有甲恁讲啊。毋是恁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。
各人民令，互恁去过规矩，互恁的规矩袂当永远保存。安尼，恁奉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啥物，伊会互恁。这是我互恁的命令，恁就彼此相。的题目是成为一个健康的子子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来文山教会，差不多22年以前我来过你们的教会啊，很久以前啊。高兴看到我的朋友盛凯牧师，还有李浩传道高兴看到那么多不同的年龄的人在你们的当中。今天小朋友唱歌给我们很大的喜乐，很大的喜乐。拍摄，今天我要用华语讲道，如果我用台语，你们会听了喂，所以今天要用华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圣灵，求你降临，求你降临，打开你的话语，打开我们的心。圣灵，求你降临，塑造我们成为健康的子子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写讲道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一个艺术家，他跟别的福音书完全不一样，他都用图片画上帝的爱。在今天的经文，约翰带我们去一个葡萄园，不知道你去过葡萄园？我在彰化二林区看到葡萄园，在那边可以走一走，看到很多葡萄树。偶尔你看到农夫葡萄园的园丁修剪葡萄树。今天耶稣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。”我的父亲是葡萄园的园丁。那对犹太人来说，葡萄树是一个图像，代表他们自己。对他们来说，葡萄树是以色列。从圣经，从他们的艺术，从他们的礼拜，犹太人非常认同葡萄树。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葡萄园。上帝的子民是一种的葡萄树，上帝让他们离开埃及带出来，然后种在以色列。好，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，诗篇80篇8到9节，请来。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，它就深深扎根，爬满了地。本来以色列是非常漂亮的葡萄树，可是以后成为医生的。旧约的先知很严厉的指责以色列是不结果子的葡萄树，常常离开上帝。可是上帝是给他的葡萄树以色列一个应许，他说：“我跟你们连结，就在你们当中。”可是以色列常常忘记，上帝种这个葡萄树，照顾这个葡萄树，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，而是为了结果子给世界。可是今天的经文有不一样的图像，耶稣也是真葡萄树，意思是耶稣让我们跟上帝连接。上帝是葡萄园的园丁，上帝是农夫，照顾葡萄树的人，所以他都关心葡萄园。
葡萄园的园丁剪下来丢掉没有结果子的枝子，他修剪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果子的。耶稣是葡萄树，可是第三个图像包含我们在内，我们是葡萄树的怎么样？枝子，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。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枝子需要跟葡萄树连接，他们没有办法离开葡萄树做自己的事情。如果他们断掉，这个枝子会枯干死掉。我很喜欢种兰花，有一次我去买兰花，这个老板都用报纸帮我保护，然后我坐捷运，然后公车回去我的台湾神学院的宿舍，放我的兰花在桌子上。我还没有打开这个报纸，所以我用剪刀剪开这个报纸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小心把枝子也剪断了。这个很漂亮的兰花的花都没有开花，因为它离开它的资源，让枝子没有连接兰花。它需要这个兰花的养分。我们基督徒跟我的兰花有一点一样，我们常常离开我们的来源，生命的来源，葡萄树。我们很喜欢用自己的方法做事，我们没有用耶稣的方法，或是偶尔我们以为我们是葡萄树，耶稣是枝子。我们决定我们要做什么，然后我们求上帝祝福我们的决定。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你已经决定事情，所以天父爱耶稣，耶稣爱天父，这个不是过去的事情，这是永远的事情。耶稣也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天父的爱，就在里面。然后耶稣说，我知道我的天父做什么，所以我要做一样的事。那我很喜欢这个图片，这是一个人画三位一体，天父、耶稣、圣灵。我不知道哪一位是哪一位啊，但特别注意前面有一个空位，这是我们的位置的。我很喜欢这个图片。天父爱耶稣，耶稣爱天父，邀请我们进入这个爱的源泉。耶稣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家庭，就在那边。所以天父对耶稣的爱，耶稣对天父的爱，也是赐给我们的爱，好美。我们在那边住，我们在那边学习爱。我当牧师那么多年，我发现我们的原生的家庭很重要。原生的家庭的爱会影响我们一辈子的。我们除了原生的家庭，有另外一个家庭，三位一体的家庭，上帝的家庭。我们就在那边，我们会学习如何爱。我们爱别人的方式显明了我们跟耶稣的连结呀。我很喜欢这个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是我的朋友。”我们很喜欢用我们是耶稣的仆人，我们是耶稣的门徒。可是耶稣说：“你们是我的朋友，你们每一位都是耶稣的朋友。”我们的目标是让别人也成为耶稣的朋友。今天传道来捷运站接我，我们开车在市场，都人山人海都卖水果卖青菜。我跟传道说，如果
未来这些人礼拜天不是只去那边买菜而已，他们来教会，让耶稣的朋友更多，这是好美的事情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是我们的机会。所以真正的生命是跟葡萄树连接，可是如何跟葡萄树连接？我刚刚说，常常我们忘记我们真正的生命，我们的养分是从耶稣来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有一个目标，每一天一样的目标，这是跟耶稣连接，跟耶稣连接。这个圣经说与葡萄树连接，连接这个字或是住在里面，我以为住在里面的意思是每一天我要决定我会不会跟葡萄树连接。我上班的时候会不会跟葡萄树连接？我上课的时候，我去买卖的时候，我上捷运的时候，我在家庭的时候，我们跟上帝在一起，不管在哪里，我们让上帝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我很喜欢吃什么？巧克力，这是我的软弱的地方啊。如果我吃太多巧克力，一段时间后在这里会看得到。上帝的话，第二堂我要谈这个，也是一个机会，让他的话语进入我们的里面，别人会看得到，会看得到。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营饭，我们的营饭，我们会活出来上帝的话。那第二个方法是祷告，祷告。每一天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遇见耶稣。祷告不是随便的事情，是每一天需要规律的时间祷告。如果你早上比较有精神，你用早上祷告；如果晚上比较有精神，你用晚上祷告。给上帝你最好的时间，不是你最累的时间。除了读圣经的祷告以外，我们也服侍，我们服侍别人，服侍别人啊。服侍不是辛苦，服侍是我们最好的机会跟耶稣连接耶稣啊，连接耶稣啊。我在台湾那么多年，那么多人祝福我，在路上的人祝福我啊。我迷路，我问一个人，这个地方在哪里？他说我带你去。服侍在耶，遇见耶稣。今天你们都来这里，你们特别选择来礼拜堂做礼拜。一个方法，我用是每一个晚上我睡觉以前，我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今天我在哪里看到恩典？每一个晚上我问自己这个问题。偶尔是大的恩典，偶尔是小的恩典啊。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路上真的想吃已经切好的木瓜，可是我去一个水果店，他们没有卖。这个老板说好，没有关系，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水果店。什么老板会带你去别的店啊？真的是恩典啊！我们走路差不多5分钟，这个老板也没有。第一个老板说有另外一个，我们试试看。还要做10分钟，他离开自己的店，带我去第3个，我买已经切好的木瓜可以吃啊，恩典啊，恩典。那第二个问题，我问自己每个晚上是：今天我在哪里离开上帝的道路？我在哪里没有信他的旨意？我在哪里犯罪？然后我认罪祷告，求神帮我明天跟葡萄树连接呀。所以每一天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连接，依靠葡萄树。可是不要忘记，葡萄树的目标是结果子。
如果没有连接，没有办法结果子。可是如果枝葡萄树的枝跟葡萄树连接，它很自然会结果子。葡萄树一定会结葡萄，不会结芒果，不会结苹果啊。葡萄树很自然。我们基督徒一样，如果我们跟耶稣连接，我们很自然会结生命的果子。耶稣的生命会透过我们流露出来，我们会结同情心、良善、怜悯、耐心、智慧、慈爱等等啊。我们的果子会祝福你的邻居，在木栅，在台北，在台湾，在世界。耶稣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要接上帝在耶稣里赐给世人的爱。可是真正的跟葡萄树连接，英文是 abide，真的跟耶稣继续在一起，坚定的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 Well, abide 连接是一个动词，是一个行动。abide 是双向的，是住在彼此的里面，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我住在耶稣的里面。我们住在耶稣的里面，可是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啊。所以我们如何培养这个关系？我们住在一起，我刚刚搬到台湾的时候，28年以前，我告诉我们长老教会的总会，我可不可以住在台湾人的家4个月？因为我要学习台湾的文化。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学习台湾的文化是住在一个台湾的家庭的里面。我不知道他们花多久找人愿意接纳我。可是那个时候，台北东门教会的洪牧师跟师母说，我可以住在他们的牧师馆。他们有3个孩子。每一个晚上，白天我都学习华语，晚上都听他们家庭的泰语。他们的儿子上会每个晚上接我1句泰语，所以这是我的泰语的课。晚上我会去东门教会的时候，我每个晚上跟他们一起喝台湾茶。第1个礼拜我不知道台湾你先要煮水啊。所以我都就是喝水都还没有处理好啊。所以第1个礼拜我的肚子非常不舒服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有一天师母看到我喝这个，她说：“妈妈是不能喝这个。”你知道吗？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我的肚子都没有问题，已经有抗体怎么？抗体对呀。我从他们学习很多，因为我就在他们的当中。这是洪牧师跟师母跟他们的孩子的。如果我们要了解耶稣的文化，我们要住在耶稣的里面啊。世界真的很难依靠耶稣。你记得吗？疫情开始的时候，人都去 Costco 买什么？卫生纸。我们还没有疫苗，我们真的紧张。这个疫情怎么办 ？COVID 怎么办？所以人的方法是买卫生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他们都以为他们可以控制他们的未来买卫生纸。政府都说卫生纸够用，可是人还去买。我有一个图像，每一个人的家都是卫生纸，很高。But 其实我们紧张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未来，我不是成为枝子的。我们上个礼拜有很大的台风，需要一只坚固的枝子连接在树上。台风
风很大的时候，有的日子没有办法。可是有的日子 UNE 他们继续跟树连接，他们承受风的力量，他们被折断掉在地上。我不知道现在你面对什么风暴，在自己的生活啊。可是我们有一个工作，这是就在耶稣的爱里，他的爱够用，我刚刚来台湾的时候，华语一句话都不会说。常常我祷告，我有2年读华语，我常常问上帝，如果没有学好怎么办？他说：“约翰，你有一个工作，这是依靠我会帮助你呀，所以耶稣用爱顺服他的天父，他没有自己的方法，他用天父的方法。每一天他就在天父的当中，他会接受生命。我们一样，我们没有自己的方法，我们要用耶稣的生活的方法，我们要走他的道路，我们也顺服他，每一天每一个时刻。耶稣的应许是，如果我们就在他的里面，他就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不会离开我们。我记得我还没有离开美国来台湾，我的教会的会友都很担心，他们说：“马牧师，我们担心你，因为在台湾你没有一个朋友。”我说：“不对啊，我最好的朋友就台湾。”他们说：“谁？”我说：“耶稣啊，我去桃园机场，他会接我啊。”所以我不怕，因为我知道他跟我同在。不管今天你面对什么挑战，不要忘记耶稣跟你同在。你的目标是跟他连接，就在他的爱里。你想到这些人，他们都有喜乐，什么人都有喜乐。刚刚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唱歌，都有喜乐。我们的喜乐不是由我们情况来决定的，是快乐。这是快乐，快乐跟喜乐不一样。快乐是今天我没有生病，喜乐是今天我生病，可是耶稣跟我同在，不一样。快乐是环境影响我们。喜乐是不管怎么样，耶稣跟我同在。我当地方教会的牧师，我第2间教会，盛凯牧师去过这间教会。每一个礼拜天，我预备讲道，我的位置在这里，我都可以看到诗班。在诗班，我有一个妇女在诗班会每个礼拜唱歌。他们以前在韩国当宣教士，他们有4个孩子。先生是医生，太太是护理师。可是他们在韩国的时候，老大一个儿子在海里游泳的时候，他淹死了。很多年后，他们老三一个女儿当护理师，一个晚上他开车从医院回家的时候，从对面的方向开过来，撞到他的车子。在这个意外中，他也死了。4个孩子，2个已经离开了。我认为，生命中一个非常困难的事，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！可是每一个礼拜天，这个妇女唱歌，她的脸充满喜乐。我是31岁的牧师，那个时候31岁。有一天，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家吃饭，我用这个机会问这个妇女：“你们面对那么大的生活的挑战，2个孩子不在。
可是每一个礼拜天，我看你在礼拜中充满喜乐，为什么？我还记得他的回答，他说：“因为耶稣跟我同在，有一天在天堂，在耶稣的桌子，我会遇见我2个孩子的，所以我有盼望，我有喜乐。”一个31岁的牧师听到会有回应，我非常感动。所以每一个礼拜天，我还没有讲道的时候，看他唱歌，我都有力量站起来讲道。这是我的学生，现在在马偕医院，他的名字他是阿美族，今天我穿阿美族的衣服啊。他的名字是拿药，他的阿密斯的名字是拿药。我认为在医院服侍很好的名字拿药啊。拿药差不多18岁的时候，在台东成功，他骑摩托车车祸。差不多2个礼拜后，他就在一个台北的医院。另外一个同学说：“马牧师，我有一个亲戚现在在医院，你可不可以去探访他？”所以第一次我认识他，我去医院认识他。以前会打棒球，非常会运动，现在没有办法走路。我记得那天我特别为他祷告，我说：“上帝，我不知道你如何用他。”可是未来，我希望你会好好用农药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是很久以前。然后有一天，我在台上开学的时候，我听我的阿密斯的名字拉菲牧师，我回头看是他。我说：“你怎么来台上？”他说：“马牧师，我是1年级的导所的学生，读神学院后去医院服侍。他探访很多面对困难的人，他们真的信任他，因为他自己面对困难啊，都有喜乐。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愿你们枝子继续与葡萄树连接，他会赐给你生命的力量，他会赐给你喜乐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每一天最重要的目标是依靠耶稣，依靠葡萄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你，主耶稣，依靠你的天赋。每一天你在世界的时候，你最大的目标是跟你的天父连接，爱他，接受他的爱。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生命的来源。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依靠你，成为健康的枝子。求你赐给我们喜乐，求你赐给我们盼望，求你赐给我们精神，所以我们会结果子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中你的话，偏要伫我心。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，诚信诗485首，诚信诗485首，主暂阮互相接纳。主暂阮互相接纳，亲像你接纳我，教阮做兄弟姊妹，建立三听五烦，恳求你踮阮中间，暂阮信心坚定，愿拢受完全接纳，实现疼痛人生，请起你应全受。接纳你接纳阮，教阮做兄弟姊妹，建立三定无烦，恳求你踮阮中间，暂阮信心坚定，
愿拢修完全，才若是会行通人生。求你甲阮还是理想，生活勇敢，追求伫人生路途信心，毋茫放暂，自转我关心别人无分本古嘛红，无论伫社关亲情拢伫夫妻行同。求主才能改变阮传统，坚定心志，甲你伫现实中甲因行生命证明，让全日才能无用你到阮心梦，最对受你赦免，享受一天快乐。请坐，这是咱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。若是你也未明白奉献意义，会使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谢。
济。这是我来报告。伫报告的内心，咱三甲做伙来读经句，伫周报的第2页，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。阮做伙读2遍，请。你若受我的戒命，就会减去我的囝，亲像我有受我的爸的戒命，点伫伊的我的戒命，就要点伫我的囝，亲像我有受我的爸的戒命，点伫伊的囝。约翰福音15章。来周的圣工分担，领袖是谢一宏执事，司礼是张恩兴执事，苏勤张丁显弟兄，献诗是信歌队，诗献是柯玉佳执事跟我本人，招待是柯玉佳执事跟朱月贤姐妹。音控是陈佑珍弟兄跟周宏邦弟兄。礼拜3的查经基督会经文是出埃及记26章，主理是李厚传道师，司会是郭金敦执事。后礼拜第1礼拜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24章。第10节到第16节，主理是科牧师。周报的第4页，教会消息报告。今天特别感谢马约翰牧师来本堂讲道，那我在这边代表教会跟牧师说谢谢。等一个礼拜煞了，10点40分有嘛是牧师主持的培灵会，请大家会使留伫2楼，大家来参与。第2点是感恩节活动，教会定伫11月23号甲24号是感恩节活动。23号礼拜六是下午5点15分，我们就先在中庭这边点一个感恩节的灯，那也象征着圣诞节期的开始。那5点半的时候，我们会到 B1 来一起享用感恩节的爱宴。那这次今年比较特别是，除了 B1 的部分，我们还有旧堂有新的一个甜食的专区。那邀请大家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。那往年都会每一家可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出1道菜。那现在1楼也已经开始登记，如果有准备好的弟兄姐妹，就可以先去1楼柜台登记。那当天晚上7点的时候，也有一个感恩节的见证音乐会，那会在这里举行，主题是跨时空的敬拜。礼拜11月24号的感恩节联合礼拜，甲今仔日同款是只有台语无华语，请大家要注意一下。第3点，事工研讨会，请各团客会使准备资料交予干事。第4点，停车场的使用资料更新请有在使用我们 B2 的停车场的弟兄姐妹，礼拜后可以去1楼确定一下你的车子的车牌还有联络资讯等资料是正确的。第5点，妇女团客有新的同工，明年新的同工，请大家会使为因祈祷。第6点，开会通知，圣诞节甲感恩节。伫后礼拜要开会，请有何使同工注意一个时间甲地点。第7点，中学经，请有通过的学生家己来看。今日敢有心爱的朋友？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
咱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来到咱中间，江诺曼先生，伊坐伫即位，是不是？徛起来，甲大家拍者招呼，来欢迎你。欢迎你以后定定来到文山教会，甲咱大家做伙来敬拜主，欢迎你。好，欢迎你。这是平安礼，请大家会使互相请安。来用祝福的诗、诚信诗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诗线请牧师为咱教导。应该葡萄树很快乐，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目标，这是跟葡萄树连接。这个礼拜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依靠耶稣，他会充满，会赐给你喜乐、爱，会帮助你结果子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团契跟我们每一位同在。阿门。阿
下载默祷。礼拜一定线，大家会使互相请安。咱确定啊，10点40分我们要做培灵会，所以请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楼下我们彼此互相请安之后，10点40我们培灵会即准时开始。